另外来关心的是日本参议院的大选的结果已经出来啊！这自民党创立70年来是第一届伫参众两院呢变作是少数执政的状况。首相石破无互党内真侪人甲伊呛讲要落来。这学者是来分析讲，日本呢即马面对这对外的关税，抑有对内的这内政的挑战，若准要换首相，安尼局势恐惊会愈来愈无稳定。日本参议院大选结果出来，执政的自民党甲国民党联名确定无过半，互自民党创党70年来头一摆伫参众两院加做少数执政党现任首相石破无就安尼面临党内逼宫的声音。石破的去留，最重要的取决在岸田文雄跟麻生太郎的态度了，不见得能够在党内发动政潮。对他逼宫，对石破茂逼宫，可以顺利把他赶下来。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纵使把石破茂赶下台，选了一个新总裁，也不见得会被众院这个多数来支持的。石破目前虽然无主动请辞议员，也毋过前首相岸田文雄，红点名可能阁转来，将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甲小林英姿也有意竞争，也毋过下者指出，伫日本面对内外挑战的这个时阵，首相换人恐惊互局势更加不安。另外，主张日本人优先的极右派参政党，加做即摆大选的乌马，学者分析可能只是出现一粒都无啊。基本上都针对那个地区的这些外国移民讲话。然后去鼓动日本人去反对他们，这样的一个政党当然不能够代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日本，但是它是现阶段在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种很困难的一个经济底下所形成的。日本的这个整个体制来讲，还是以众议院为主，自民党的这个自公联盟还是占多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台日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学者认为，日本在遐细内的政治光谱范围上大，真歹整合对抗自民党，台日关系未受相大影响，也毋过能够对日本朝野拢爱多方面的结善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